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凤梨汁加工厂哦。我们来到了位在永康的益全生化科技。那来到人家的地盘，我们当然要请总经理出来跟我们介绍整个凤梨汁的加工过程哦。那我们来欢迎王总经理。耶！各位观众大家好。耶，总经理好。是。我们知道啊，今年呢，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啊，我们的凤梨订单、外销订单等整个几乎算没有办法外销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为了要稳定我们国内的凤梨价格啊，我们可能有些凤梨呢，我们要鼓励民众多买凤梨、多吃凤梨。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必须要进入加工厂来制造一些可以保存比较久的凤梨产品嘛。那我们今天要带王总经理，今天是要带我们去看什么？凤梨汁的工厂。好 ，OK， 那我们走吧。好。王总经理，我们怎么换上这个衣服啦？我们要去参观凤梨工厂。啊，凤梨加工，凤梨汁加工是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看喽，走吧！耶！哇，王总经理，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大槽啊，这个槽里面就是我们的凤梨汁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在里面做加热动作呢？因为我们从产地直送的凤梨来之后，我们经过削完皮、去皮之后榨完汁，我们就是快速的到我们的调配槽里面，我们做加热的动作，让这个是所谓杀青，就是让这个酵素的活性先失活，我们再打到我们的缓冲槽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们品检大概会检查些什么？我们品检的部分就是先看它的真空度有没有产生，如果瓶盖有凸起的话，就是真空度就是没有产生，我们就要把它筛选下来。再来就是说，我们因为是小农的东西，它的凤梨我们在削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叶子，叶子的部分我们有看到，我们要把它挑选出来。如果凤梨里面的小籽的话，我们是把它保留住的。因为我们在削的时候，那个籽是不容易去掉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近期欢收看5月2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拄就任的副总统赖清德上午就登来台南，亲自主持伊市长任内所推动的台南永明园区动土典礼。该工程预计112年完成。市长嘛表示，未来永明之家都来加更较侪养护床，嘛因为靠近病院，将大大提升生活机能。位伫东区的永明之家，因为建筑老旧，经过市府甲国防部等相关的单位讨论协调以后，最后决定要搬迁到平时野区当中。同时，临近高雄荣总的台南婚宴，将打造完善的永明园区，也因为这是副总统赖清德担任市长时阵所推动的，所以25号上午的动土典礼，伊也特别出席主持。在这个台南市目前最新开辟的平时营区，在这边接受长照的服务，又或者是到往寮北去那边做安养的生活，还可以就近得到荣民医院的服务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我特别跟冯主委介绍这个平时营区，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保留了中央公园7公顷的中央公园，这个是目前台南市最新的重划最棒的一个园区。那第二个呢，这个国防部往寮北也因此可以开发使用否则的话过去也没有机会
啊，但是因为有开发就有得到价值，那可以挹注这个基金啊，国防部的基金。那第三个，台南市受益最大，因为东区那个地方文化中心在那里，本来交通就非常拥塞。刚刚这个苏局长也有提到，我们铁路地下化之后，会增加一个林森站，啊，交通会更拥挤，所以我们在8公顷左右的土地会有停车场，会开辟道路，啊，或做进一步的规划。那对整个东区的交通的便利，还有空间的运用，生活的这个舒适度都可以提高。啊，不管在经费，不管在重划，不管在建造的发放，其实都有赖中央跟地方的全力配合跟协助。啊，特别感谢我们立法院王委员很关心，他常驻这个国防委员会，所以对我们这个龙江2的迁建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在赖副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我们这个龙江的这个迁移就已经启动了。那现在终于这个动工。也是台南市政府的重大建设。那在此祝福工程圆满，感谢退辅会的协助，感谢荣家各位同仁的帮忙，更感谢地方各位议员各位里长的支持，能够让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未来落成的4站楼仔现代化建筑，将会使提供450个养护的床位，同时也规划日间照护中心甲乐龄中心，开放予社区的长辈共同来使用。整个工程的经费大约15亿。预计伫民国112年来完工，未来整个开发完成了后，也会提升社区的生活机能，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应龙田水利法修正，预计6月底完成以后，各地龙田水利会长将改做官派，所以现在执政党趁国会过半优势，将推出农业法修正草案，要将农会1/3的理干事嘛改做官派。对此引发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不满，上午联下召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的做法根本违反宪法。执政党对进前修改农田水利法，要将各地水利会长改为官派以后，现在嘛传出要修改农业法，将农会1/3的理干事改为官派。对此，台南市议会上午召开记者会，包括国民党团的多位议员。以及无党籍议员拢站出来反对，认为政府这种的做法根本就是无法无天，强占民间的财产，违反民主。农民过去是安怎个？迄个农会较早去做法呢？是大家几点时指出呢？来做一个做法，即马改农会，但是农会呢，你即马有成啦，会拢趁钱啊，但是你要收得回来，你对着改就地方的派个。嗰个地方呢，你要官派呢，造成地方呢选举不可逆力呢，这足严重的代志。我们现况的农会已经行使那么多年了，到底目前我们行使上的优缺点在哪里？我们要具体先检讨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的缺点在哪里。他们现况的运作跟农民的辅导很顺畅啊。那你改官派，你未来的趋势要怎么样？让农民要我们知道，要全国人民要知道啊。那你不能因为你会独裁。而且你的权威，你就要把它仗着立法院的这种立法，又是修宪的话，这样的一个多数，然后开民主倒车，这点我是质疑的地方。人的主治权，咱爱去人尊重。如果伊若真有违法啥物，咱的政府有足侪方式，咱的法律有足侪方式来做监督。所以呢，直接派官来的时阵，大家收到回来，我是感觉。好像是专制独裁国家才会做这种事啊。对此，市府农业局主任秘书吴伟达表示，农会主要分3级制，主管机关是由农委会来辅导。这届修改主要是针对全国的农会理干事。制度是一个3级农会的制度了哈。那目前全国农会的主管机关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哈。那我们台南市哈目前有32个区农会。那有一个市农会啦，哈，那目前农会里面的组织哈，有包含推广、供销啦，哈，还有那个信用部，还有保险部哈，那它的功能哈相当的多元化哈，除了要维持自己农会的运作以外，它还有服务农民还有社会公益的一些
功能议员强调，中央政府一边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一边则透过立法院来修法，长的强占水利会甲农会财产，而且执政党各地主委拢会用来民选，偏偏水利会甲农会却该交予官派，根本就违反民主，嘛违反宪法，保障人民集会甲结社的自由。反对农会官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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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了结合在地人才实现因心中的梦想，市府文化局今年社区营造计划突破过去以组织才当申请限制，首次开放个人来提案。25号上午，文化局特别邀请得到补助的提案人来分享因的提案内容，嘛展现台南社区营造的多元精彩。市府文化局伫109年度的社造计划，除了精选区公所、社区组织、基金会甲大专院校提案以外，今年嘛特别开放个人提出计划申请。伫总提案数124件当中，有104件通过申请，补助总金额1600万。其中个人提案有19件计划，最后通过12件。提案所关注议题包含共享经济、青年活动、限制空间再生、农村教育等各个面向。让更多的活血可以投入社造的这个工作，让这个社造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与时俱进然后可以做得越来越好。那所以今年这样的推动，我们总共收到的提案有19件的提案，那通过率有达到12件就是达到85%的这个通过率。就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能够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投入这一块。参与这次提案的回乡青年蔡世林、徐立明，今年所提出的公共空间计划，就是将餐厅边仔的闲置空间活化再利用，提供社区技术交流，促进社区自助互助的友善环境。今年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得到文化局的帮忙，让我们可以把滴滴小时外面的空间，一些娱乐空间重新再打造。那结合我们自己有的一批工具，那这2个东西加在一起，变成是我们今年提案的公共空间的分享计划。那这个公共空间的工是工具的工，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公共空间，很像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这些平台可以组成一个爱好手作、爱好去 DIY 的社群的伙伴前来参与。那我们目的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个共享技术或是共享工具的初衷，我们可以把我们社区不要的一些材料，或者是一些坏掉但可以修的这些器材，我们重新再把它修缮、活化、改造，那形成可以再用或者是有创意的设施。那可以借着我们这样的改造过程，变成是一种节能减碳、减费的一个想法。文化局表示，为这个人提案，就咱看出社区营造性的动力来源，不再局限于社区组织，只要是对土地甲人群有热情的个人，拢会当用自身的专业甲地方需求，透过社造计划来实现梦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第三次光华高中的努力，要拼台湾迈向全球化的教育，该校22号就正式甲美国高中签约。让学生维持现在教育体制，只要透过网络授课，唔免出国，就当取得台湾加美国2张高中的毕业证书。教育的全球化，伫 WTO 教育服务业规则之下，已经渐渐朝向市场自由化以及全球竞争发展。伫台湾，嘛有真侪学生以及家长期待这款多元化、国际化的学习模式。对此，台南市光华高中甲美国高中合作，率先全台推出免出国的台美高中双联学制，让学生伫高中3档的学习，就会当取得台湾以及美国2张毕业证书。引进这样的个双联制，让全校的学生他能够可以用选修的概念，然后利用课余的时间来做线上的学习。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想到是说，如果今天他们可以好好的利用时间做自主的规划，事实上他可以把光华高中的学业完成，又可以把美国高中的学业完成，其实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一个方案。我们觉得教育其实有很多的无限可能，
那怎么样让孩子们可以学得有兴趣，能够觉得它是好玩的？因为有动机，他的学习就会更加的突破。好，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引进这样一个 program。以用出国所需要费用，除了有交通费、生活费以及学费加起来，平均拢要上100万。现在透过台美高中双联学制推行，让一般家庭的学生有机会会当取得外国的证书。过去在美国念书有非常高的这个费用支出，不管是住宿，不管是这个学费，不管是这个旅行的费用、签证的费用，都是花了非常多钱。那刚刚听到我们这个 Mr. Wang 所说的，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能够让拜科技之赐，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各位同学好好把握。一般一个留学生他出国来讲的话，动辄就是上百万。那今天我们在我们学校以跟台湾在高中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是相当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竞争优势的。所以在学费上面来讲，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它可以免除掉我们说的机票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住宿费这件事情，还有等等的这些交通费啊，还有这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预测的等等的费用。所以对学生他其实就相当于是用一个在台湾的身份的学生来取得这样的双重的学位。台美高中双联学制会当提供学生选修美国高中线顶的课程，包含美国全球历史、英文文学、美国经济、美国公民以及选修的课程等6门课程。完整通过评量，搁加上美国承认公华各中的学分，就当取得台湾以及美国双联文凭，会当申请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这段节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伫淡市数位界真出名的陈吉生老师，将伫6月推出个人新册发表，甲数位创作，到时将展出数十档来珍重的作品。上午伫这位议员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邀请民众踊跃前往参观。陈吉生老师自细汉6岁就开始学书法，读书专的时，佮学西画佮剑道，并且追随朱兆英老师学习30档。这届展出的内容丰富。包括国议体，甚至突破传统，自创的新狂潮，将伫5月31到6月21，伫南区的鸿运文创中心来展出。我想咱台南市是除了是文化之城之都，那也是书香之城哦。我想这个活动是蛮有意义的，让人家更觉得我们台南市是有气息的文化之都。那在这里也祝我们吉山老师能够新书发展的那个。新书开幕的签书会发表能够圆满，能够大卖，而且能够大家共襄盛举。非常高兴看到我们陈老师真的愿意把他的作品长期以来的作品分享给大家。我想陈老师他的作品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最爱的就是春联，大年初一的时候春联，结果。我们陈老师每一年大年初一的时候都替我们带来了祝福，我们的春联都在上面。这一次他又利用这个5月31号到6月21号，5月31号蛮久，还有蛮长的3个礼拜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粮食最棒的我给我们在疫情的过程中大家加油啦。伫这位议员的推荐甲见证下，陈吉山老师甲伊的牵手宋庭轩
2位当年来拢伫个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来服务，而且18天来靠着书法的创作艺美来帮助协会。即届嘛特别推出剑气诗情个人的新册，啊书的创作展览。我先生他跟随朱九营大师，就是我们国宝级的朱九营，在安平那个树屋跟随他30年，都是不断的跟他陪伴在侧，然后就是不断的临摹，跟他研习请益所以老师呢，从古代的这些书法大家的这些各种楷书、篆书、行书、隶书、草书的书体，不断的认真的这个叫临摹，临摹之后呢，这几年10年来因为我们本身的切身之痛，所以变成我在唱歌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协会的一个会馆老师一边在旁边就很能够静下来，就体会了如诗如歌如剑如画的把它创化成一个叫做一个新的狂草体这个体是跳脱了各种以前的行距这样的一个界限，所以它是一个像风筝不断线这样的一个体现展览期间，对5月底到6月21，将伫个南区新中路的鸿运文创中心来展出，并且伫个6月7号下午举行开幕签册的大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天气热暖，加上溪路的脚步愈来愈近，这些民众拢会选择去耍水。为了呼吁民众注意安全，选择安全的水域，教育局特别举办宣导会，市长嘛亲自出席，提醒大人囡仔拢爱注意耍水安全，保护家己的健康。台南拥有丰富的水域资源，但是常常会出现民众去耍水，结果无细致渡水的事件。加上现在天气愈来愈热，距离暑假也愈来愈接近。为了呼吁民众多多注意，市府各局处也共同举办水域安全宣导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参与，并呼吁不管是大人也是小朋友，都应该注意耍水的时阵的安全。天气也渐渐热了，第二个暑假也快到了，所以各级学校对于户外活动也慢慢开放了。因此呢，暑假期间或夏天的时候，难免许多朋友年轻朋友或是学生朋友，在这个假期中会从事一些亲水的活动。那台南市过去在台湾曾经常常发生夏天的一个溺水事件。台南市呢，你从107年到现在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没有这个学生的溺水事件。我们要保持这个记录，那这要靠许多，包括来自学校、来自社会、来自消防局、来自水利局。大家的一个宣导，和教育单位教育局的宣导，安全真的不只是我们同学，大家要注意，连成年人也要注意。一个35岁的溺水，不幸溺水，去游泳溺水，然后送医院就往生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我们苦口婆心，对于同学也是努力宣导，但对成人也不可以放弃，不可以这个大意。所以说，对于水上安全，希望说大家多努力会中也邀请永康复兴国小的学生示范男生操甲照深泡化的考卷，同时也向大家推广水域安全的知识，并呼吁如果遇到天气无好的状况，就要马上暂停水域活动，也希望会使帮助民众欢喜出游，安全返去厝。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上就是5月25号的中间台南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